剉冰淋上濃郁芒果醬，還帶有新鮮芒果丁，最後澆上一圈煉乳，頂端加碼一球冰淇淋。這杯澎湃的外帶芒果冰大功告成。讓人驚訝的是，結賬50元有找。這家店位在台南美食一級戰區國華街上，老闆給料超大方，主打方便的外帶杯，憑着超高 CP 值，迅速在網絡爆紅。很便宜，之前來好幾次都沒買。50塊剛剛好啊，不會太貴啊。在這地方是屬於就是可以邊拿走邊吃的，就是一個冰品。等下我們在設定上面就是它融化到後面會變成冰沙，比如說草莓冰沙或者芒果冰沙可以融合的。除了平價路線搶勢，也有店家主打創意口味，口感綿密的芒果雙淇淋搭配 Q 彈茶凍的新鮮組合，清爽又有層次，受到不少消費者喜愛。店員忙到幾乎擠冰擠到手軟，還有業者推出話題十足的炙燒芒果冰，一大碗的剉冰鋪上芒果塊，淋上一大匙的奶蓋煉乳，接着撒上砂糖，拿起噴槍炙燒，焦糖香氣瞬間撲鼻而來。不止口感升級，炙燒過程更是吸睛，不少客人還沒開吃就先拿起手機狂拍。他們芒果吃起來甜度很夠，就是再加上它會有炙燒，然後上面也會一點奶油的感觉，吃起來會特別的搭。因為今年真的特別熱，所以我們把芒果烤焦了，其實大概看起來應該至少1到2成是有的。而在安平超人氣的南泉冰果室，同樣靠着浮誇系芒果冰吸引大批人潮，現切芒果鋪滿整碗剉冰，多到幾乎快掉出來，上頭還豪氣倒扣一整顆布丁，超狂分量加上吸睛視覺效果，成為許多遊客到台南必拍必吃的人氣冰品。現在芒果很甜啊，它天氣炎熱，它吃這個我覺得剛好。隨着天氣越來越熱，台南的芒果冰大戰也正式開打。從平價高 CP 值、創意炙燒口味到浮誇系打卡冰品，各家業者紛紛端出自家招牌，鎖定不同客群，不只搶攻民眾味蕾，也要搶攻夏季消暑商機。記者周懷談的報道。